Ina, manjan saan? Kailangan, kladyo na ni Pulalang Andre. Ina, 今天要跟你聊聊关于喝的族语有什么？ Masalili o sa tataalan lang. Iza, uca. 然后masalili uca. uca 是统称嘛？茶类，家是茶，茶，对。买饮料都会讲说要，无糖。对对，甜度冰块这样，店员不是会问吗？啊，你要什么甜度这样？对，抓了布，加冰，说了不加冰，说了不阿鲁。手拉布就是指说，就是不要拿去掉的意思。去掉，少冰呢？格六多加冰，格六啊，大加格六冰。就是少冰，你要满满的话，不卤够这样就是。哦，这你请问你的冰要多冰？不够，就是冰杯了吧？对啊，是因为你们都从来没得大。多冰，因为嘛上了加冰是，嘛上现在加冰的，在说了不能在加冰，在阿鲁，在说了不能做，阿鲁是什么？阿鲁是糖。哦，阿鲁是糖。所以少糖就换成个六啊。把个六对。阿鲁这样。把个六大阿鲁。大哦。阿鲁。个六大阿鲁。那等于是一种半糖的嘛。对，半糖。那3分呢？也很要求。现在都喝微糖，现在没有3分的误差了，就是半糖这样。会很为难吧？那个做饮料的。一点点的，要那怎么说一点点？对，用语气强调。有的人说都2块3块的冰块嘛，他会问啊，说。把流都如下走路都可以，这都那个地。2、3个冰块去表示那个没冰。对，我不要冰，或者是我少冰。不要冰呢，说了不加冰这样。说了不加冰，就这样子啊。所以希望这一集那个店员可以听到。对。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说把个六，尤其是那个有什么？尤其是那个联盟的。老板听一下，注意一下发音好不好？三路马路那么不路过，这就像你们饮料，都满满的嘛，不路过到加冰啊，就满满的冰块这样，意思。可是就是你大概老板。不要冰呢，去冰。有些人因为身体不好，喝常温的嘛。去冰。加冰，对。再次，说了不加冰，这样也是可以。加冰。我说你不要加冰块，说了不加冰，抓了不加冰，这样也是可以。假如说他说要不要冰饮料，也可以用饮料。玛雅可以吗？玛雅，抓里是什么比较好？用什么比较好？玛雅是不要，的确是有这个玛雅，但是我们平常都是抓里。抓里不用啦，不用。玛雅也可以了，因为你很少听那个抓里哈。对哦，那个是什么？什么时候还会用抓里？抓里好像是很失望的那种。抓里自己不要的还要去骂，而且很失望的。你就说抓里。不是，就是说我明明希望多冰，你叫我说什么冰？抓里玛雅，就很生气说抓里的玛雅，就是很可爱。就看是用在哪里吧。抓里。说了不要加冰，这样就好了，你就不要加冰块嘛。说了不要加冰，那我不要加冰啊，不加这样。就是冰块拿掉，但是我还是要冰的茶。谁会那样不任性？对。现在给人家出难题。我又更认识你了，你呢？我说，但我还是要冰的。我要冰的，可是我不要放冰块哦。对，还是有啊。对哦。我去买饮料都是这样。你看。因为他会问你要不要加冰块？不要，但是我要冰的红茶、绿茶。就是去冰。对，去冰，说了不要加冰这样。那有些人他喝热的，要怎么告诉店员？马祖鲁祖鲁，我要打马祖鲁祖。反正马祖鲁祖鲁uca。
哦，没有温的吗？那一样啊，也就马祖鲁可是如果就听起来很烫马祖鲁的。对啊是，如果他真的给你没有就是很烫，那么你要一半呢，就是middle 这 of 怎么马祖讲鲁，一半的烫哦，马祖鲁只能说不要太烫。哦，因为啊，买啊马呀马买啊马祖鲁马祖鲁拉邦啊哦，不要太烫。不要太烫，不要太买啊马热。祖鲁啊 ravas 哦，所以就是一点点，白话一点就像半糖，就像全糖这样子的意思了。其实我们今天是奥克特辑，对，你听到的都要那个哎，发黑名单哈，好多要求哦。但是我们还是回到我们那个很重要的说，我们买饮料，那店员一定会问你说你想喝什么嘛？就是问你马里苏德人，对那个回到马里苏德人，你想要喝什么这样？老板，我想点那个红茶。啊，那这一句要怎么？万一你遇到那个饮料店是盘主，对，我现在在讲母语问你哎嘛，所以我来到台湾族的店了吗？对啊，对哦对，好我们来到原住民的店，乌甲红茶，我要红茶。格瑞瓦阿鲁，要完整的吧？我想喝红茶这样子，因为我们已经跟伊娜录音了，我们要进步了。马里苏德人们弄绿茶红茶这样，是不是要说的么？德么尔的，我是德么尔，是我要喝了，我要喝，我要喝。好，我先用我的，然后再帮我再修改，对对对。好，重新。马里苏德人，我看一下，还要看菜单哦。先描绘一下。有沉浸式了。先看标价吗？有听众也在看了。招牌吗？我是德么尔的红茶沙巴格里乌的阿鲁沙嘎扎嘎扎嘎扎冰块阿达夹阿达里奥啊夹饼。好，请修正。请问他买得到吗？还是可以吧？可是可以了哦，关键字有到了。对啊。那完整的话呢？它完整没得出地方就太少糖又多冰。奥利乌德人呐，有加红茶，对不对？对。做了把加冰，把格里打阿鲁。你说什么？那个冰块是怎么？就是要拿掉，要把格里就很少。没有，我要多冰，可是我要少糖。我就在要求。不落过大家冰沙，不落过，全部满满的冰块，满满的大冰块。冰沙巴格里沙巴格里的阿鲁。你怎么可能会喝那样的？我会好不好？有时候心血来潮的时候。对啊。应该是吧。所以他回答应该要说乌里乌德人这样。乌里德么尔。我要喝，就是我在开始要点的话。乌里德么尔很多种啊。乌茶有分红茶、绿茶，但是应该要用什么？没有啦，红茶是中文啦。对啊，1000个。没关系，因为现在饮料太多种了啊。对啊。乌里德么尔大怎么？支持国力，对，不是这么难的金萱山 Q， 对，金萱山 Q， 金萱山 Q， 观音拿铁，谁知道？老人家最好会点那种的。那我想问说，我也有听过巴萨德么尔，就是我要巴萨德么尔，就是看到那个东西又想要喝又不喝那种说巴萨德么尔，就是一直想要喝的意思。又不想要，又想要喝，这样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对啊，一直说，一直看那个饮料嘛，就要到那个情境，对，就是想要喝又不想那种。都已经在桌上了，这到底是谁的？又没有人来拿，所以我想要喝，所以心里一直想说，我很想要喝那个萨德莫兰对，如果我讲，不过不是我们的嘛，对不对？可能是意思就是这样。渴望，
太难了。沙德姆，因为不是你的五甲的话，就你只能用妄想的想法。有妄想这样子，好难哦。完美之歌。很多主要是你光是几个字的母语，我就很多的想法了。然后就说好了，你喝啦。不卖呀，都说不卖呀，得了，ini得了那咖喱，不卖阿拉补，就这样。啊，你刚刚说的那个，它是要用在哪一个？可以跟店员讲这样吗？哦，就是在商店也可以啊，因为你是要去商店买东西，但是你看到了那一杯嘛，所以我想要喝那种的一个，在德姆兰多，但那么多做五家也是可以，因为你一直就是萨德姆兰就是想要喝嘛，就是好，我懂了，就是可能同事想要点，都没有人讲，那我就全部点红茶了，萨德姆2大绿茶呢的意思嘛，对，就是想要喝那个绿茶，或是有人请客的时候才要喝。对，这样子就才用得到，有画面咯，对，头脑有一些脸孔咯。对，就是画面就这样。我们主管蛮会请我们喝饮料的，所以常常用这一句啊。对啊，你们老板会请喝饮料吗？很长啊。很长吗？你这个会出去吗？有时候会临时想不到很多的那个。你可以播给他听说，老板我有夸奖你哦，继续保持。很棒。那一个晚上你们就，我抱怨了，我都算过了。对。你去算人家卖多少啊？他已经喝了什么7万啊，什么5万啊，都没到了。我在睡觉了，还在那边去买饮料。老板，那个。对呀，好，正题。回来。对，正题。刚才有听到一个又改变了，说德鲁。那个又是指什么样的情形？那个德鲁就是。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嘛我规整这样子啊，给请人家喝嘛，这叫五甲德鲁。哦，这五甲德，请人家喝。德鲁对。所以德鲁不一定是凶的或客气的都可以。也有凶的，也可以凶的。有些人讨厌他，说你想喝那个都说，德鲁，就是在生气了，就是客气的话，哎，我说真的五甲德鲁。哦，了解，就是他可以喝，给他喝这样嘛，哈。对。如果说你跟你朋友，然后你们在点，就说你就问你的朋友你想喝什么，你马苏达的马里苏德人，因为你要请他嘛，所以马里苏德人。他说，他当然一定会点啊，最高级的咖啡啊，那的咖啡。如果换一个问法，是你喜欢什么饮料呢？对，你喜欢什么？那说从来那等了都在乌扎，那么的说从来这样，因为你在很多种嘛。那么的说从来呢等了乌扎，努力说的人也是可以这样讲，那努力说的人，那个是最常在讲的。安马鲁西。安马鲁西。怎么有肉丝啊？安马鲁西的人呢？就直接那样讲也可以啦，哈，他也老人家也懂。安马鲁西的人直接讲就好。你想喝什么？我是比。老人家都是这样，对，老人家都会这样。好像我们要请他喝什么，就是马里苏的人呢？保利达，这老人家都是这样的。那 OK， 我如果说我请你喝一杯这样子。那我是不认识你，他是他的人，dia nampak beta gimpian， 这样就是你要请他嘛。可是喜弗利亚就变成买了，对，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要请他嘛，所以。可以改说500的格里笋，500的格劳笋。那个就不是500的劳笋，500的那就是你要给他喝饮料，所以那也是一种情啊。是情，还是说，笋叫
我去买琴，我有买也是，我有买了，可是多买一个，说那把的老煮。对，如果你已经有这个茶了，所以你那这样没有人。对，来这呢，你那咖喱，你现在也没有弄到。就是等于是你要请他喝了。那如果说你还没有买，你说不理你那不sebab anak berita ucap anak mau dan masuk dalam给那把它给这表示说拉长一点的语言的话就是这样。可是我刚刚就是要请他了。我刚刚听到你说什么巴德尔里跟巴德尔老，它的不一样在哪里？巴德莱笋、巴德兰笋就是不一样，也是一种说法，但是。做巴德莱笋都做我家就是这样，请你喝，请你的来的。AY，有的地方说巴德老，也有。巴德劳孙就巴德莱孙，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巴德莱孙，就是我请你喝。我巴德劳孙那说这个是比较我给你比较对，你喝好像好像听出来那个差别是说，假如我今天买了2瓶保利达来找伊娜好了，可以红茶。他刚都许愿了，不是保利达，威士忌，威士忌。我已经买2瓶要来，我就是要来找他喝的时候，我就可以1瓶给他说，我把的来笋这样子。对，就是你请他。可是如果我们在那个50兰的时候，那就要用那个西弗利安的嘛，卖保利达的。有配啥啥药吗？懂喝呢，老人家常喝啊。我突然想到一个情境。就是这样。假如说他是那个呢，他是要寄给祖先的，不是我们去山上都会。对，给地放小米酒，不是把利息，就是可能给。放小米酒还是什么？然后跟夫妇讲，那是用巴德尔来嘛？对，巴德莱笋。夫妇巴德尔来，首先你可以保佑我们平安什么什么什么，是用来巴德尔来做。巴德莱笋。就是你在那边要讲的时候是可以的。你要在那边跟你的夫妇讲说，夫妇，我巴德莱笋喂，真的应该做小米酒，bawa balita米酒一下。把德莱送呢，就是把它倒了，就是这样了。那把德莱就是这个说法了。又变深度了。对啊，直接用一个介词。所以你不能只讲说我把德莱送说，我把德莱送带抓。对，还要加那个笋，把德莱加那个笋，对，把德莱送都做。巴德莱都抓什么？对，巴德莱笋都做。夫妇可能会不喜欢我讲那么直接。巴德莱煮啦，要加辣。米酒也说乌炸。上次我们不是聊那个吃的时候，我们有讲到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吗？喝多一点，喝少一点一样吗？也可以。为什么可以进来这么来？比如说。他在喝像类似这样红茶，说可是有怎么了？糖尿病，太生动了，太离谱。糖尿病我就骂他这。Sesekali我怎么了？就叫乌家kada pam，就是这样，因为太甜的东西不要喝太多了。什么？也是用什么？就是什么个料？什么个料？什么料？什么阿杂？说如果是水，像这种水的话，就是阿杂。对，就是很多意思。什么个料？什么阿杂？可是数个六是指说叫他少一点嘛？如果我要为自己解释说，我才喝一点点。反驳啦，数个六不是吗？有点饿了这样。这次。有点饿了。顶耳了，又新的字，对啊，顶耳，它是拼的吗？对，顶耳，顶耳，这样，它就会按时这个是。你喝的很，刚刚讲过了哈。什么咖喱阿松，那个刚才没讲，什么咖喱阿松的，你喝的太多了。对，苏格里乌就是苏格里乌等就是这样。这个也是一种很长的说法，就是在跟你讲说热等这样，因为你
喝了好几罐。还要爆料？谁是谁？爆料，丁马。爆料他。那留一点给我呢？可是我怎么他比如？要消音吧？对，他会自己删掉。可以。你刚刚讲那个说，就是留一点给我这样。啊，对，留一点给我。什么夸张啊？说呢？不自在呀啊，都可以这样子。不自。什么夸张啊？说呢？怎么了？不自在呀都可以。不自在呀啊，哦，没有，不自在。不自在呀啊，对。不自在是指留吗？就是留一点点给我喝这样。不自在呀啊，因为你已经喝了很多，你总不能说，对啊，所以，总不能不拉肚了。然后就马上吐了。你说不拉底就是不要全部喝完呢，就是这样的。你说不拉底嘞，我的怎么了那么大，就是你不要喝太多，不要全部喝，因为我也要喝这样。哦，你说不拉底哦。你说不拉底。你说不来点怎么了嘞？我的怎么了那大？其实也可以这样讲吼，是一样的意思。对，加德劳卖的酒厂。德劳。加德劳刚才没有提。加德劳有啊。哦，有了吗？对，加德劳我讲就是跟你看就是这样子说。现在因为要先跟听众说，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一杯饮料，所以伊娜才说加德劳嘛。那不烧完来整。加德劳嘛，加乌甲这样，是通常我们聚在一起都会有饮料嘛，对啊，对，我们口干了，当然就是用这样的说法，真的，如果你去拜访人家的时候，好像台湾族的人一定要带喝的啊，对，那个就是台湾族的待客之道，就是这样，一定要有这个乌甲，可是像老人家可能就是保利达啊，米酒，对，对，老人家的话就一定要有预备。对，准备进入우리 만질 때 부부 준비 또 자 우자네 아빠리다네 바와 这有听到了吗？懂了哦。对，以后去人家别那么随便哦。又是谁了？因为你跟老人家在一起，一定是有这个最礼貌就是酒，一定要有说到老人家，因为那个是就算他喝不喝，对礼貌嘛，就对，已经是礼貌了。这个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那种习俗，对。我们是知识型节目了呢。对，我们一直跳来跳去，一下子跳到那个灵魂空间，夫妇那个我们捉摸不到的。夫妇啊，现在又到那个还要劝告，有分很多种的嘛，例如呢，嘛知道大概夫妇就是小孩子我们也要预备那些小孩子可以喝的饮料，果汁啦、牛奶啦。对，那不是马来印度饮料上铝箔的，是随便，但是那个是一定要有一个预备。重点说个料加心意，然后。哦，没说得了，就是这样，就是还是会预备小朋友可以喝的。如果不是我喝的呢？突然想到，这个不是我喝的，对，不是我喝的这样。ini ada anak teman不是我还是等耳的。对啊。ini ada 一六得烂可以吗？啊，一六得烂。一六得烂就是你还没有喝过，哎，我没有喝到，我没有喝过。你说我这辈子吗？这辈子。我没喝过。就成这辈子了。我没有得烂，哎。有这种吗？有了，因为有一六得烂。就是完整的意思啦，完整的牛当然就是要给他或者完整的一杯给他。假如说这个呢，大家都买好了，他在找，怎么没有我的饮料？阿姑呢？阿吴得懒哦。阿姑lihat apa tanah pilihan ucasan anu cengayan。没有。就是不喜欢，没有买到他的，没有买，很可怜的，怎么没有我的饮料这样？masalah apa tanah pilihan ucasan anu ina cengayan sama anu niaan 没有我的份哦，怎么没有我的饮料呢？阿姑呢？阿吴打的饿了，你怎么忘了我？你忘记帮我买我要喝的饮料。
有种爱情境剧呢。对啊，也不要对，只要动词。我没忘记你，你忘记我。对，我平常买都没有忘记你，来忘记我。说的那个王阿不那里到他得了胃，这样就很亲切的那个跟他讲。最后我突然想到一个是，喝中文我们都说喝饮料喝汤，所以汤也可以得么饿了吗？可以啊，下午，得么饿是乌杂是汤是下午。下午都10秒，下午可以吗？就是对10秒是不一样哦。你如果说有一个汤呢，得了的笑呢，这也是很难，很难听，很难听啊。所以要做音下午就是这样。下午喝吧，这样。哦。烧酒鸡，它又是饮料，它又是汤。讲按了，没有人要吃了，是都要吃，因为那个里面有吃的，说那叫得了的叫笑啊，骨嘎。因为它对某些人可能是饮料啊，对，我都会挑很艰难的那个情境。所以那个汤用国语讲说，喝汤跟喝水跟那都是一样的国语，但是母语就不同了。所以你今天下次我们再来煮好了。赚到了，可以啊。下一集是什么？我看看。赚到还是明天吗？下一次还有可是下一次有没有吃的？没有吗？不影响，不影响。有啦，可能第3个是叫烧酒鸡，可以改。复习一下今天的单字：加德尔老，德么尔，一直用到的德么尔。还有的尔里，顶了尔，这是金，然后还有那个，请你无巴德来顺。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欢迎到下方的说明栏复习。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奴在为你一见那么子难。